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年關要來咯，你內面知影厝內還有啥物病毒？尤其即馬台北市傳出了有鳥鼠仔災，台北市也有漢他鳥鼠仔災，是本地就有，也是摒掃無徹底。另外，啥物叫做離別病毒的致死？講伊是活力病毒，敢有冤枉伊？今日是與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陳秀熙。您好，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公衛專家何美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理事長林英賢。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台大病醫急診部主治醫師趙富元。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先來關心，在台北市的大安區，一個70多歲的阿伯，為着漢他病毒來過身，這是台灣25年以來頭一件漢他病毒死亡的案件，而且是發生在台北市。台北市這禮拜就進行到全市大摒掃。台北市70多歲老先生感染漢他病毒死亡，有里長特別設臨時辦公區，那民眾需要提引起厝內底抓鳥鼠，環保局2擺出動到各項徛街附近清消，周邊抓鳥鼠檢測作業甲抗疫活動完成。好像沒有到很有成效，因為還是會看到，就是不管任何時候都會看到。應該會比較好吧？比較好。對，但我沒有太，我知道這件事啊，但我想應該還好啦。1978年開始，南北市全國白手州政策由高雄電市公所發白啟動年後每一戶，暗過後續因為鳥鼠用藥禁止食物鏈影響禽鳥，2015年迄時陣的農委會決定取消統一防治期，回歸地方自治。各里辦公室也攏準備鳥鼠藥啊。台北市環保局指出，因應漢他病毒死亡個案，這禮拜開始會個會同衛生局區公所進行全市環境整理，來做一個比較強力的一個環境整頓。民眾同步來進行一個家戶的一個內外的一個清潔的一個作業。這擺個案出現在台北市大安區，有人煩惱大安新民公園有真濟碰瓷，是不是有傳染記錄？醫師分析漢他病毒和風險區是密閉、塗沙劑、通風歹的所在，公園是開放空間。松鼠它的一個情境是說，在公園這樣種比較開放流通的環境、封閉環境下水溝，它的分泌物所傳播的環境是有所差別。疾管署提醒，要過年啊，咧大摒掃，若發現有此類的排泄物，應該先掛喙罨、手冷手籠，加拍開門窗，也摻水的漂白水消毒作用30分鐘了後，過摒掃，免用氣蒸器才被病毒飛在空氣內底造成傳播。記者綜合報道。睇到看這新聞大本對了解講啊，這漢他病毒應該就罕聽的，所以應該是未挖進來。結果這致死率啊，有50%。吼，你若餵着才有50%，一半一半。另外，你厝裡若有這個鳥鼠仔屎，我甲你講哦，你唔通用掃的，吼會噴甲呢。老師是安怎袂當用掃的？啊，落愛先噴噴的，啊再來處理。是，其實這個漢他病毒的這個迄個病毒哦，這啲鳥鼠啊，其實大家莫傷緊張啦。哈，哦，因為伊本身應該是一種甲環境的暴露有關係。一種傳染病，所以是安怎講呢？因為是安怎伊這個漢他病毒甲其他咱講的無啥共，是講伊頭拄你講的足正確的啊，伊的糞便啊，伊的尿，啊伊的唾液這排泄，啊伊若打去會佇空中形成氣溶膠啦。所以氣溶膠，嘿啊，所以你大部分呢，唔是講直接去接觸到，你會吸入的。哦，所以，對，所以這個我們就要跟你講，這是環境甲環境暴露。所以伊吼一般來講，大家也唔免想過煩惱，是講因為咱過去會出現的攏是佇個倉庫，吼，佇迄個倉庫啦，還是佇迄個足久無咧用的秘密空間啦，吼，啊，閣有迄個軍人他們常常在用的這種很多的那種儲物，對。所以你看伊裡面第一個就是都要先通風，吼。哦，這最重要的吼，這觀念最重要。所以你去看，
因為伊這病毒，伊長期是在這鳥鼠內底無症狀的，吼，伊跟鳥鼠是共存啦，所以伊無症狀啊，所以伊的病毒慢慢就經過伊的排泄又釋放就形成氣溶膠嘛，所以這是其實是這樣的觀念，所以我們在防治的時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實不是只有說啊你沒有被它咬到哦，或者是說啊你這個你只有做這些防鼠的工作就可以了啦，它跟一般的防鼠工作還是有一些不一樣，所以它環境的這些鋪路工作要做好，這是漢他病毒跟其他有點不太一樣，這是人畜共通傳染病的一種，但是他都要你講，所以唔只講你袂使去甲，你袂使用掃，袂使用掃，所以你要那麼要用呢，通常咱用消毒液先甲消毒了，要用濕的。阮家是寫講1:9，而且漂白水。那阮過去啦，因為我以前吼，你店業總所做過哈。哦，當然這個鼠疫佫無同，鼠疫是跳蚤，迄個無共。哈，大家聽到鼠疫佫有迄無共誒，嘛有人問我講，這個完全無共誒。迄是家走去傳染。對。啊，伊即馬這個物件是講，所以你真正清除迄個排泄物的時陣，你袂當用掃的，你掃迄就起來啊嘛，迄氣溶膠就起來。對，迄個我頭拄講的。好，所以這個觀念就是漢他病毒，今日大家要非常注意。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東西，第一個我們一定要先把通風設備弄好，吼，然後第二個就是說你。真正你還是要戴手套啦，吼，莫去接觸，嘛是有接觸的啦，當然接觸嘛是會有啦，吼所以你就愛用這個方法，戴口罩這樣子，嘿，這個就是它防治的最重要，因為基本上他都要等下咱幾個醫生甲專家會講，因為是目前我知影是無藥哈，無藥醫哦，胡老師這是無藥醫的喲，我唔知啦，無藥醫，但是目前我知影是無疫苗。因為無藥醫的物件攏是安尼啦，無藥醫的就是靠咱家己的自然的天然的免疫力。啊，天然的免疫力上開始的時陣就是干擾素，所以其實差不多30年前，因為這款物件吼，踮咧大陸真嚴重。迄陣我聽都毋捌聽過，啊去中國大陸的時陣，啊因為我是一個專家嘛，伊就跟你交流啊，伊就講我有啥物問題，因為用干擾素來治療啊，可能有一點點效果，因為就是你無啥物物件，干擾素就是最早期的時候，你本來我們人就有的物件嘛，好干擾素，咱家己就有，咱就是靠干擾素來阻止第一波的病毒，比如說對，在我們的黏膜表皮啊，什麼就是安尼啦，所以這個是蠻重要的。我是感覺可能咱甲看一個清楚一下，這真趣味的，就是講吼。這就是咱咧講的是漢他病毒對不？就是老鼠嘛吼。咱一個概念就叫做自然宿主，伊就是講天然的這個宿主就是天然的就是和平共存的呢。啊，伊嘛無症狀。伊無症狀啊，伊病毒嘛無濟，伊病毒嘛無濟，所以即馬吼就是講，這甲啥物有關係呢？你若就是剛剛吼陳老師講的吼，就是講倉庫內底，通常就是倉庫內底那今年吼，迄個收成比較好，你迄個糧食吼囤積的比較多，你的老鼠就會更多，因為咱有湯吃，老鼠嘛有湯吃，對不？好，伊就傳播的就會比較快。這類病毒它是在一些感染的老鼠裡面，不是所有的老鼠。老鼠之間它會互相傳，那也是透過跳蚤之間也是會互相傳老鼠傳老鼠，不是傳給人。好，所以這個是蠻有趣的。那再來就是說哈，密閉空間，所以再來就是說，對，沒錯，那個清潔的人要注意，就是我們叫做糞便跟尿液。好，這個是一個點麼下嘛。它也會到空氣裡面，啊，你那個開，它唔愛開，你就袂去，比較就是密度比較小一點啦，但並表示沒有，所以這個是你要注意一下啦。那至於會不會人傳給人，幾率很小啦，除非你點麼病院內底你若無咧注意的時候，你還是會有一些意外的。所以嘛是有可能人傳人哦。你迄就是點麼病院內底你無注意，那是甚至醫來傳染嗎？就是針頭啊，下面會也是會啦，但是那個機會真少。而且是一般性的嘛，其他的病嘛是會佔多了嘛是會傳染嘛。體液感染呢，這就是體液感染呀，就是咱的身體的。但是老師，一些地書
50%到底算懸還是低啊？伊就是50%，意思就是講你傳染着兩個人一個死。這是真懸啊！尤其你若吼，伊這是有兩種啦，有較懸的，有較低的啦。有的是呼吸道的，然後有是漢他病毒還有兩種。有兩種啊，嘿，一個是呼吸道。呼吸道。對啊，另外一個是叫做 renal， 就是有機腎臟有機對。哦，這兩種啊。兩種對。因素這兩種有啥物差別？因為講初啊開始看起來敢若像我這種重感冒的，我聽着我聽着啉的，較少變就啉起來。咱先愛講啦吼，這個病確實足少的啦。10年來吼，咱台灣聽講有44例啦。哈，44例10年啊，平均1年才有4例啦。哈，啊所以唔免講，咱一般的人醫生足濟嘛無看過這個病。醫生看嘛唔知啊，你講你一個。着漢他病毒的人來我的診所，我嘛看那感冒了，我哪會想講伊是漢他病毒？一直甲講治了攏無好勢，安怎治都袂好，啊，佫咧燒，啊，佫人啊足忝的，啊，忽然全身佫酸軟安尼，到尾啊，迄病院開發現着，啊，迄病院有當時嘛袂遐容易講想講的漢他病毒，迄定是講逐項檢查攏無啊，較來檢查看覓看是毋是。看足奇怪怪的病啊！我這第5禮拜啊，這是啊毋是？你還袂死的啦，你還袂死的。你若講對了，你早就無掛掉袂啊！所以你免驚啦。就漢他病毒有兩種啦，一種是出血，會互你出血；啊，你藥劑會真正會轉功能會轉足歹就對啦。藥劑會轉歹去敗血，嘿，藥劑會歹去啊，人會出血，吼，這是一種。啊，一種是引起肺炎。哦，你會啊，你喘氣啊，你喘袂來啊，會嗽吼，啊，這是第二種，所以伊，互你感染着有兩種的方式出現，一種是用肺炎的方式出現，一種是因為你出血，藥劑的功能歹去，安尼來出現。哦，啊，但是我想講，台灣遐濟鳥鼠含咱生活遐久啊，嘛才44例爾，所以嘛免遐驚啦。當然，第一個我想講大安區咧，大安區嘛有行啊。大安區嘛有一寡較垃圾的所在嘛有啦吼，啊，當然你鳥鼠啊四界攏有，啊，我看你講吼，平均10隻鳥鼠內面差不多1隻捌得過這個漢他病毒，身軀內面漢他病毒有得過。我嘛毋是逐隻攏有哦，毋是逐隻攏有啦。但是平均才有3隻，這10隻內面佫有3隻內面哦，可能伊佫傳染迄個漢他病毒互別人，吼，佇污染你的環境。哦，比如講伊個屎啦、伊個尿啦、伊個喙瘻啦，吼，啊，伊個喙瘻有當即含塗酸，咱男做伙啊，塗酸啊打去了，你若講掃迄陣會飛佇空中來營養啊，你輸入你就有當時會着着啊。吼，啊，即個病毒嘛毋是講隨時攏活的，伊若講幾日了伊嘛是會死去啊。你若莫插伊，伊幾啊日了。自然死亡嗎？伊當然病毒足濟攏嘛會死亡啊。哦。病毒佇咱的身軀外口，佇咱的外體外口。偌久了，伊普通就死亡啊！足濟病毒攏共款啦，毋免講，咱講迄個武漢肺炎嘛是共款，流感嘛是共款啊。足濟病毒，你若佇細胞外口，譬如講佇這個環境內面，伊自然偌久就伊就死亡啊。毋是講隨時攏會一直活掉的吼。所以我想問咱嘛免驚。當然你若要清潔你的厝裡吼，盡量莫用掃的，這是本來是一個常識啦吼。因為你掃一定會營養會佫飛起來嘛。毋免講漢他病毒啦，咱講這什麼迄個過敏的人來講，你營養足濟有一個塵蟎的代志，嘛是掃開你去輸入去了，你就會感染着啊。啊，有當時嘛會過敏啊，吼，所以盡量莫用掃的。啊，你若要掃，輕啊掃，輕啊掃。啊，你若要用，咱即擺叫吸塵器哦，吸塵器嘛愛看看哦。吸塵器有一種哦是較好的哦，有迄個過濾的系統，那就開得幫個過濾的系統。伊排出來風就較無污染，啊！你若用一般的迄個吸塵器啊，迄個排出來風有當時啊，一寡營養佫會飛起來，啊！你佫輸入去，等到會感染唔好啦。哦，這掃塗骹嘛要注意咧，毋那是安尼變啥呢？但是我要問吼，周醫師，你敢有臨床有拄過這漢他病毒的病例過？一般來講，阮地基進一當大概通報幾下懷疑的。哈。因為伊個症狀和一般的這流行性感冒共款，啊有的若肺炎較嚴重的吼，這個阮就會通報
這個漢他病毒，啊其他嘛有幾啊種，啊有當時你若講講環境較無清氣創啥吼，啊這阮一般攏會懷疑，啊攏會特別去通報這個，所以通報的案件真濟啦吼，啊當真正確認的，因為伊到是到病房，還是佇到病房，伊另外抽血清去檢驗伊的迄個效價吼，啊就講確定講是甲是毋是，啊我通報迄幾個都無濟無治，攏還佫無一個，啊佫無一個確診真正的漢他病毒，所以講迄其實是真少。啊，這種是吼，你漢他這兩字的是其實是韓戰的時陣，佇這個漢江邊啊一個流行，所以講用漢他安尼來做伊的名啦。啊，但是在這以前，其實已經有這個案例，哦，但是到韓國較衰的污名化，哦，就說這變做漢江，啊，所以講這已經是幾十檔的代誌啊。啊，我是講對這個來講，對阮來講，因為這個病情算作嚴重啦，吼。啊，另外會去問伊的接觸史、旅遊史創啥，一般來講，原來真特別。好啊，所以講懷疑了，一般來講初步的這個部分大概無啥問題。啊，另外這個因為伊較袂人傳人，嘿，這真罕哩吼。你看你這醫學文獻，你也看到足少人傳人的報告啦吼。啊，當然你可能是吼，大家帶做伙啊，共一個鳥鼠吼，所以講迄有誒是攏共一個來源，迄袂當講人傳人啦吼。啊，這種所以講對阮來講，這個病我是講是毋免講遐煩惱啦。啊，伊的症狀。因為若肺炎大部分電光片是會照出來，啊，另外就是講伊發燒，甲是伊有一個出血吼，這聽起來甲706歲其實無遐嚴重啦吼。就講伊的黏膜吼，啊，伊就變得通透性較懸，啊，所以講有當時。出血對出血。本來這就講目睭創啥，伊的目睭會紅啦，啊，另外這個尿創啥，這個黏膜有這個血。因為阮看到收集的這個資料頂頭講吼，講初期的症狀吼會發燒啦、肌肉會酸痛啦，而且吼目睭黑啊，才會痛。對啊。這以早應該感冒是袂安尼咯。其實足濟攏會安尼啦，足濟攏會安尼。登革熱嘛是安尼，登革熱嘛是啊，天高熱嘛是啊，天高熱嘛是。足濟病毒的感染症狀攏共款。用麻麻酸酸安尼。對。啊，所以講，這就開始。這要安怎分別嘞？袂啦，一般來講，因為治療攏差不多，無特別的治療，無特別的治療，講起來嘛，若好若無好，自然會好，還是自然會死，哦，對講差不多。啊，對講50啦。我是講講，因為這大家英語咧個 roll the dice 安尼。但是因為一般來講，變做肺炎的較有50啦。哦，啊，若無轉過肺炎的就 OK，就較袂死亡率就較低啦。5%、15%。對啊，5%、15%。對。Renal syndrome 5%呀。但是吼，那是陳老師，這一般來講，就流行病學的這個角度來看，因為咱家家戶戶吼，這個公務大樓攏透過這個公線走的，啊，當然啦。網絡頂頭攏有教你哦，愛啥物就愛扎起來創啥哦。但是這鳥鼠啊吼，因為阮厝有迄偷鳥鼠的經驗，伊講吼1.5公分，這幼的這個芳吼，伊就通安尼轉安尼轉入來。啊，咱這一般的這營業場所佫較免講咧。是。啊，咱即擺這營業場所，尤其台北市安尼，哦，即擺要來滅鼠，這敢有效啊？我是感覺，我可能愛佮大家講較清楚一點嘛。我開始哦，其實哦，咱的鳥鼠啊吼，也是有分迄個野外屬甲家屬啊，就是迄個咱這個漢他病毒是安怎？他拄啊，迄個史醫師有講，伊想要問伊旅遊史啊，是安怎佇迄個韓國迄樣子？我想要講驚人。其實哦，本來漢他病毒是比較屬於野外齧齒類的傳染，所以伊咧傳染足緊的。剛才何美香老師他拄啊講的。我伊講，其實伊是老鼠甲老鼠，其實伊的病毒量無講介高，因為傳染足緊的。啊，但是是野外，未來甲咱的家屬是另外一種，比如說拉薩，吼拉薩病毒這種就會，
哦，伊這種家屬，但這種家屬的傳染跟漢他病毒有個無關。哎，所以伊買人傳人，所以你在北醫看到迄人傳，迄種是屬於家屬嘿。所以家屬了，當然你屬類你嘛袂使傷濟，因為你傳染了，你當然你嘛有可能會造成很多的問題，對不對？但是伊甲漢他病毒是無共，所以這發生幾率其實是非常低。所以我頭先跟你講，像那這種都是屬於在倉庫啦，在做這種所謂的剛才。他們是人機所在，不，其實是真的是這樣。但是呢，現在很奇怪 ，COVID-19 之後我一直強調一個叫人畜共通傳染病。這個疫題呢叫做 One Health， 就是講唔知啥喏啦。你看迄登革熱嘛，攏北移啊，迄蠓仔嘛攏起小，那本來攏佇一個所在，即馬攏往北部去。你即馬因為氣候變遷，所以這個野外鼠甲家屬千門大戶啦，這個例子可能就是講，伊嘛有可能就是這個野外鼠拄啊伊佇迄個所在是可能春耕水暖，因為以前都是在農林做農業農林這些東西，所以他們才會有漢他病毒這種很少出現在谷倉這些。我剛才也講這種東西，因為它的這些排泄物那你這樣給它弄灰塵起來。那這樣子，它一般的清掃方式不一樣。我還是要強調，一定說我們最好是用漂白液給它消毒一下，然後再用濕的毛去處理那個排泄物，首度是這樣。不然的話，你讓那個粉塵上來的時候，因為它那個乾燥的東西起來的時候就很容易。這個就是它是屬於這個類型。所以正確的觀念就是講，伊這基本上是野外。對其實他跟我們的這個家屬這邊其實是比較沒有那麼大的。他產模高，對，所以他這個還是有分野。但是現在就是野外鼠跟家屬中間，這中間到底經過這一些，我有看過一篇論文氣候變遷，厝內家畜甲野外野畜已經開始交配，有變種的咧。這個就是跟咱那個流感攏有關係，加人畜共同款家庭，這足大議題啦。COVID-19 大家攏袂記哩啊，大家反正大流行過了，反正全部都沒事了。可是呢，你不知道，其實現在人畜共同傳染病一直在上升，非常嚴重的議題這個其實也是屬於人畜共同傳染病一種所以，但是呢，我覺得你記住在環境，如果你環境清潔做得好，就在台灣，其實大家不要那麼基本上 OK 了。剛剛這是屬於偶發事件。但是是不是會當來標記講，這個可能是 alarming， 有些警告。當然。來，何老師。我是感覺咱袂使甲踮咧城市內底台北市內底有老鼠這款代志看做一個平常的代志。照你講不應該有遐濟老鼠。你若無互伊遐濟物件食，伊不可能有那麼多的老鼠。你一定就是很骯髒，真濟廚餘到處放，垃圾到處放，再安尼下水道裡面一堆可以吃，我們一堆東西都是往下水道去。你看咱一缸偌濟好的物件進到下水道裡面去，那老鼠就在那裡面生存。這是照你講不應該有那麼多的老鼠在城市裡面。歹勢，我住在家附近公司的旁邊，溫到附近都沒有老鼠，真的，乾乾淨淨的，它就是庭院，就沒有，就不會有老鼠啊。這你看着我覺得很奇怪，什麼地方人多了，反而現在是蠻奇怪，就是人多的地方才會有老鼠，人多的地方才會有食物。以前我們都會覺得說田野裡面有野鼠，剛剛陳老師說的，就是變成他們之間的互通，就有點像登革熱開始巡是一個在森林裡面的 cycle， 是老鼠跟猴子跟蚊子，猴子跟蚊子。後來呢，它進到城裡面，變成人跟蚊子，人跟蚊子的這樣子的一個循環。所以現在就是說，你城裡面的老鼠反而是很多，像我們這種比較是。叫做 suburb 就是也不是郊區，就是比較都市的外圍，人的密度沒那麼高，房子跟房子之間沒有那麼多垃圾，沒有那麼多廚餘在那邊堆着，就不會有老鼠了。因為我看過一篇論文你寫日本日本有兩種，因為都市中心裡面譬如講卡布基州，就烏鴉咧食糞掃，鳥鼠佇下骹，這兩個共生啦。有看到烏鴉偌濟，鳥鼠就偌濟。
但是咱台灣吼，又佫較厲害，就是咱夜市也足濟。啊，這攤販啦，夜市也足濟。啊，最高啦啥，其實油愛真重。這油愛真重，乃至到咱一般的這個，咱這底下吼寫吼，居家防氣三不政策吼，賣吼氣來、風多、空芳，吼啊清雜物，啊它廚餘封存啦吼，食剩的物件啊等倒位，但實際上除了家伙以外，一般的這個食食的食堂啦，其實真歹做到這呢。對啊。我的經驗哦，我甲伊經驗無共款的。咱的何教授講，伊講伊遐厝裡攏無鳥鼠，阮厝有鳥鼠咧。你住咧倒？我住咧，我住咧信義區啊。信義區有啊，城裡面就嘛是城裡面有啊。我路裡咧看足濟鳥鼠啦，巷仔邊嘛看到鳥，攏有鳥鼠。那有可能無鳥鼠？有當時天棚頂嘛，蹦蹦蹦蹦咧走。較早細漢迄陣，攏鳥鼠攏佇天棚。啊，即擺有當時嘛會佇天棚會聽到鳥鼠，你若有天棚有設咧天棚的哦，鳥鼠會在咚咚咚咚在走，你就知影有鳥鼠啊。所以鳥鼠足普遍的。我在想講哦，因為日本咧魚吼，走去人，即因為外口無啥物所在，人食伊就走去人咧大個所在去遐食物件。同款啊，鳥鼠啊，咱台北市要對找野外。咱台灣市規攏都市共款啦，啊鳥鼠啊，都市內面你看恁厝足濟會當食的物件足濟啊，所以一定會走這厝裡食，啊厝裡佫會當密封好，所以住厝偌爽快咧。啊你暗時咧困，伊就走出來食物件，哦，伊足這鳥鼠足精的啦，伊吼，你看你個什麼黏鼠幫黏袂着伊，伊若黏一擺，第一擺黏袂着，第二擺就黏袂着啊。伊知影，伊較聰明，伊嘛要讀冊，伊嘛有讀冊咧。伊嘛知影講安怎避免講危險的所在，對啊，對，伊可能有咧聽咱演講的款。所以我想講哦，這個鳥鼠的問題，我想，你看伊大安區就有找到鳥鼠，講找到鳥鼠，伊咧大個所在，就發現講迄鳥鼠內面有迄個漢他病毒佇咧鳥鼠的身軀內面啊，有去環境去調查啊，係啊，所以表示這真普遍的代志啊。啊鳥鼠啊，我講實在，我路邊咧行，有當下騎腳踏車咧行，足濟鳥鼠啊。足濟鳥鼠暗時你看較有咧，日時看較無。啊，但是日時嘛看有啊，伊都走過來就念，你就看到鳥鼠啊。所以我就想講，無鳥鼠的所在可能真少呢，我感覺真少呢。郊區人少的地方就沒有了。這都會區啊，甲有都市計劃區，看起來是比例上有較懸。對，有較懸。Yes。吼，啊，但是若是郊區，我想野鼠嘛是真濟哦。你甘蔗園內面鳥鼠上濟啊？對啊，攏有啦。我看到甘蔗園鳥鼠上濟啊。但是上尾一題我要問吼，就醫師吼，如果咱真正人去互鳥鼠咬着，我早30幾冬之前佇部落內面住，不是互鳥鼠咬，因為迄厝吼攏是野外的厝啊，有當時去互鳥鼠咬落就緊去拍破傷風啊爾，嘛毋知影講愛拍了漢他病毒，迄陣也戇戇。那真正處理有人叫鳥鼠啊，咬着叫見着，應該安怎處理？哦，這鳥鼠算做伊個喙真大個啦，吼，真大個，伊個無咧刷口的啦，吼，所以講對阮來講啦，鳥鼠咬着，因為伊個喙齒是真尖，啊，所以講咬着了後，伊會較深，啊，而且開口較少，所以講阮消毒較免消毒着。所以講鳥鼠咬着算做講較太過的空喙啦，吼，就是講當然清好清氣啊，另外拍破傷風這是一定愛，但是抗生素大部分攏會愛做，甲是講愛用食，因為這種一般來講感染較嚴重。吼，我也看過幾個啊，轉做變做真嚴重的蜂窩組織炎，吼。但主要是伊個喙有呢，我就一擺安尼規攏種起來，規攏種起來，這種的其實是也還算常見。啊，另外我是講，因為若講是叫含鳥鼠有接觸，甲是創啥，互阮迄減的毋爾漢他病毒，哦，另外還佫做一種病攏也有可能哦，像果酸螺旋體，那個還說不定還比較常見。所以講，我是講處理鳥鼠毋是干那為着漢他病毒，哦，那漢他病毒我是講。啊，這一當死的含病雷公共就會較少，所以講我是講。病雷公共就較少。對啊，這
你要看迄死亡。哦，我一世人我就叫加3屆去。对啊，但是鸟鼠咬人这算做真常見哦。我嘛唔知講是安那鳥鼠。無，我迄陣住的所在是一個山內，啊一個真破爛的厝，啊就所以無法度啊，這根本就無圍起來啊，半暝就來啊。對，啊台北市因為我即擺是住佇安那大安區啦吼，啊就講因為迄邊遐夜市啊，甲是講餐廳上濟。真濟。啊，所以講大家迄個水溝啊，攏是一大堆鳥鼠。迄若是差不多陰暗10點吼，你出來看，四界攏是因為清糞掃了後啊，鳥鼠就攏開始就出現。所以我是感覺講，即個鳥鼠原來是得愛做處理，互伊個量較少啦。啊，另外可能我是感覺講高區現在鳥鼠較少，我是感覺講伊個蛇較濟，所以講有可能蛇伊會食鳥鼠。有生態圈的問題啦。對，伊本來有一個平生態平衡。對，啊，你若市區攏無遮蛇創啥，鳥鼠就算做大王，吼，就四過安尼亂說。啊，一般因為阮台灣也有鳥鼠啦，吼，所以講即個捕鼠辦我嘛攏去買過，吼，攏到即擺佫無掠過半隻，無掠過半隻。捕鼠籠也佫有一寡效果。我是規氣吼，攏請這專業的來偷，啊偷甲伊吼完全攏處理掉。對啦，是講因為社區其他有人有飼狗仔、有飼貓仔啦，啊你共偷吼，等下偷着別人的寵物。伊這鳥鼠吼，伊會食伊本地會食的物件，啊囥佇咱厝內吼出入的所在，啊食了伊的喙焦，啊找水源，啊死佇水源下骹。對啦，這是宣傳是安尼講。無啊，有影，阮兜迄兩隻就死佇咧水龍頭下骹，水龍頭下骹。迄里長遐攏有迄個叫做要偷鳥鼠的藥啊，迄藍色的，迄那土豆糖啊，哦，啊你著甲迄咧，伊著去食，啊食了伊著會流血，出血了伊著會人的喙焦，伊著走去有血有水源的所在，啊伊著死佇迄個所在。是，所以阮厝就是安尼來處理掉，但是七個所在吼，攏有迄個1.5公分哦，這細芳，伊講這袂使，用矽利康啊泡雜起來，用矽利康攏拍起來，啊差不多半冬才處理好。哦，所以這參考觀眾朋友來參考啦吼。不過咱今仔日來還佫另外一個第二題，就是吼叫做啥物病毒呢？這叫做Nipah virus， 這什麼物件呢？印度吼西孟加拉邦最近又有2例利敗病毒，這個病例啊，泰國、印尼、甲越南等等國家攏加強機場的體檢。雖然印度政府來強調呢，包括了醫護人員甲家屬，攏總190個人的接觸者，全部攏隔離來監測。啊，體檢了後嘛攏是陰性，那麼疫情咯，講有受到控制咯。在泰國的蘇安納噴機場，入境進前愛先經過紅外線翕相機，若發現機師的病例，就愛送檢查室做檢查。泰國針對Nipah病毒，佇咧曼谷龍曼機場、普吉國際機場等等的所在加強體檢。官員講有發現國內夜婆有病毒。ก็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ไว้วางใจได้ในระดับหนึ่งว่าค้างคาวในบ้านเรานะคะถึงแม้ว่าจะมีการพบเชื้อแต่ในสัดส่วนที่น้อย印度西孟加拉邦通報Nipah病毒確診病例，自去年12月到今確診的無90例，追蹤196人，全部攏是陰性。Nipah病毒主要是住佇咧夜婆身軀頂。世界衛生組織講，死亡率超40%到75%，無預防性嘛無特效的藥啊，主要是透過過子或者是密切接觸來傳播。啊，症頭發燒、頭殼痛、惡化做腦炎，甚至昏迷。It's about 1 to 2 weeks. And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it's actually very difficult to control at airports. If you've got a disease that's got 2 weeks incubation period, you know, for the first 2 weeks after somebody's carrying the infection, there's no way you can pick it up. Don't eat fruit without peeling it first. Don't drink unpasteurized or unheated drinks that have been heated to a temperature that would kill viruses. 啊，雖然靠機場體檢的效果是有限，不過世界衛生組織講，已經大部分是一細陣的菌架被炭做規大陣。目前牛津大學正咧進入預防性第2階段的測試。公司新聞黃文玲編譯。可能這個病毒對一般觀眾朋友更較青分啦。老師，這個物件是今麥才發現呢，
還是自早就有，只是無人去覺察到。這個尼帕病毒其實是咧1998年甲1999年在馬來西亞都有出現過。所以羅威在新加坡，我聖心同學咧，對，這是差不多迄個時間出現的。因為羅威稍微就敢若新加坡出現一屆，像我嘛是按境外移入的。但是最近唔知是安怎呢？在孟加拉甲印度這幾個所在。這隻病毒透過這個，就是你頭講的蝙蝠、虎虎伊就是先透過，比如說這野汁啦，伊個咧講野汁，其實在東南亞很喜歡喝那個，咱來去東南亞，你有看一定攏會點一個迄個椰子水。迄有當時啊，你若講無處理好，果核感染掉，因為所以你東南亞最近你定去看吼，迄定你去看，迄動物攏會來甲你。來跟你很搶啊，泰國就是啊，到最後我要跟你聊啊，但是所以這個它這個界限一短之後它就透過這個但這個本來是說它如果傳給人如果不傳給人就沒有關係，但是它這個會人傳人的。它這是會人傳人，所以有三段線哦，它是會人傳人的，所以才會說今天會引起這樣的一個。所以大家，所以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機場做這個檢疫？所以最重要的我還是這個，對台灣而言，為什麼列為第5個黃金傳染病？因為第一個我們要馬上要境外移入要控制，這個是這樣。所以在東南亞這個旅遊的這些朋友，各位一定要非常注意，尤其在印度在那個是在卡雷拉這個城市，特別爆發好多次流行，大家要注意啦。因為，但是我感覺在台灣，我感覺尼帕病毒較袂像咱安尼傳出來，因為伊必須要經過果核馬來西亞上次中間宿主是豬，伊個有當時係對，一個一隻豬咧，對，迄是你馬來西亞。所以伊這有可能以後個變化，個加在。伊宿主足濟，迄個敢若頭前咧講漢他病毒，迄何老師就講啊，漢他病毒其實伊的自然宿主是鳥鼠啊，不是人啊，所以人袂傳人就是安尼啊。但是伊這組就伊這個尼帕病毒就較無共啊，真夠搬來搬去呢吼。但是咧環境無共啦，所以我感覺佇咱的台灣這個部分，大家也莫想過緊張。但是你去外國境外一路特別小，因為新加坡有這個案例。所以咱會當基本上會想講，莫出國。你若有出國就要注意，若無出國是基本上無代誌。會當安尼想嗎？陳老師？當然咧想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講，你即馬是安尼想，不過你出國出去轉來的人，就要注意啦。好，老師。對啦，剛剛陳老師講的就是講吼，開始一個較趣味的故事就是講，開始出現的時陣咧馬來西亞頭一遍，看攏無，因為是安怎？唔捌看過。唔是唔捌看過，閣敢若馬來西亞真濟。不同種族對吧？嘛有印度人，嘛有馬來人，嘛有華人對吧？結果跟他攏華人感染。就想講到底是安怎？後來發現，因為只有華人會吃豬肉。那個時候就是感染的蝙蝠他去吃果樹伊可能迄陣人因遐起豬是在郊區的地方豬就是在園子裡面，那有果樹，他就吃那個掉下來的果樹有污染到，所以他也被感染豬其實是會生病的，就是所以在那個過程就感染到人。那感染到人，其實這個就是比較嚴重的，就是說他有一段時間，一旦人不會病得很重的時候，他會跑，他會飛到另外一個，就有點像 COVID-19 這樣，人無啥嚴重會當坐飛機去進另外一個國家，會傳染出去。對，會傳染出去，這是大家咧會較注意的位啦。但是嘛是共款哦，伊這個嘛是真趣味，這個病毒嘛是有2種。伊這邊馬來西亞迄種吼，其實致死率差不多20%、25%加40%爾。阮家是寫75%咧。你這是 respiratory 加腦炎哈。對，這是在Bangladesh 在孟加拉的那一種，所以這是2種，也是2種，都是屬於立百病毒但是無相共款。雖然傳染的途徑是原理上是共款啦，攏是對一個原來的宿主在馬來西亞是透過豬嘛，豬就把你
擴充，就是讓這個病毒繁殖到很大的量才感染人。可是，在那個 Bangladesh 那邊的病毒呢，它就可以直接透過果汁，然後傳染人，還是致死率是比較高。另外馬來西亞那個致死率是比較低的。但是初發病這個症狀，咱來看講，攏是頭痛、發燒、肌肉痛，會吐，這攏甲感冒。歹勢，感染症吼，這是感染症醫生吼，上好做甲上歹做的就是感染症醫生，因為大家攏同款，所以你袂曉，我嘛袂曉。我若袂當沒有辦法，做檢驗的時陣，你就用猜。就是你就要知道說，今麥環境有啥物病，你去都就是要有一點猜開始的時陣啦。也是一樣，沒有得治療。但是我今麥就先講一句話，報紙攏有咧講，媒體一直咧講，中國宣稱說伊有一個藥啊，對立白病毒是有效的。你萬萬不可以相信，為什麼？因為中國沒有立白病毒，你去找文獻，你無找到一個文獻講，這個藥啊透過臨床測試。有效，沒有透過臨床測試。你就無臨床的病咧。對，你點咩？你哪有講頭，然後醫這個病？你點咩實驗室？你實驗室常常你點咩實驗室會當你養病毒嘛？你要放下去，看會死去。但是這個藥你加落去，還是打進去，不一定會跑到病毒跟病毒接觸。迄差就多啊，就是實驗室說有效。跟臨床說我好差就這樣，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相信中國的宣傳。我不是反中，我是就科學面跟你講，這是真重要的代誌。這個要注意呢，要注意。意思，當然這那是一個先生，一個人啊，你看了我發燒、肌肉痛、頭殼痛，還佫會吐，還佫腦痛，你哪會知影講這是你怕？你哪會知？你嘛先想講你是不是感冒啊？若較嚴重的先受流感嘛，若迄個武漢肺炎迄陣，咱會先受武漢肺炎嘛。看最近有咧流行無？咱會先想講是毋是即擺咧得的是流行的病？若無一般敢憑鏡頭，你足歹診斷的。若毋是講遐，若講真正遐好診斷，咱就無需要實驗室啊，就無需要去抽血啊，就無需要去什麼培養什麼病毒啊。所以足儕病的鏡頭攏足共款，足親像的啦。當然較有經驗的醫生。伊會小可知影講，可能較先啥，可能較先安怎？尤其這足稀罕的病吼，包括漢他病毒啦、入病病毒啦，這種足稀罕的病，你無可能講看一個面講，你就是啥物得了啥物病毒啊，你啥物感染，無可能的代誌啦。那像即馬你若講這個鏡頭來我看，我想講你可能流感，流感我來甲伊驗看覓，看是毋是流感，流感驗嘛講無，你咧武漢肺炎驗看也無，當然這較奇怪，若一直咧燒。只有送互病院，就送互迄個趙醫師，因這帶來病院驗看覓的啊，對無？所以做者鏡頭無法度憑這個鏡頭講，你就是啥物病啦吼。咱安尼醫生就信啦。所以醫生有當時會錯誤，就是安尼。你無可能講一個醫生講，我看了你啥物鏡頭，我講你知影啥物病，迄個足稀罕的，拄底啊有幾個病會當安尼看啦。比如講。中病毒，我看到你喙破都無別種病用，這個安尼，這個鏡頭，我來講，你這是中病毒，還是講你個出片，你若講看到喙皮有一個哪有一寡白點，你就講，這無一種病有這個鏡頭，干那這個病有這個鏡頭，安尼咱就我就馬上診斷，若無其他攏是安尼小半藥半診斷安尼咧處理的，那有可能講大病看就攏知影，但是咱會當知影講有嚴重無嚴重。有需要去病院處理無？請視為大神來，就應該是攏。我要提醒一個，就是講你愈看無的病吼，你若踮咧病院內底，你愈愛注意。我們要放在隔離病房。我講的隔離病房，你唔通去想講就是把你關起來，不是？所謂隔離就是 isolation room， 就是要注意的意思。他就會門上面寫說，體液感染要注意。可能是體液感染，或是呼吸道感染，你都愛注意。所以你要先做這樣子的隔離，醫護人員就注意，你別傳染給自己，也別好傳染給別人。這是真重要。你愈看無的，你愈愛做這個隔離的這個動作，這是真重要的。是，就意思，這風聲講吼，這個新冠病毒的這個藥啊叫瑞德西韋，會當來醫這個立白病毒，這有影。那不過何老師都有講嘛，你要用這個案例來做實驗，實驗了後講用這個藥會當這個話安尼會當講這個話。
但我的看法，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即种病對我來講，我是感覺講在台灣可能危險性無講介懸，因為主要是恁厝鄰夠有蝙蝠，夠有日婆。日婆。吼，以前阮住佇細漢時就住日本式的宿舍，迄攏內底有日婆。但是即馬即個時陣，日婆含人其實是距離真遙遠啦。吼，我是感覺講危險性無講介懸。那第二。診斷我是講伊的症狀攏無法度分，吼，我講這個，啊，我嘛就大概台灣所有的醫師無人看過這種病，我是講無人有臨床經驗啦，攏干來看診爾，吼啊，但是我尾也是靠經驗吼，但我是講，所以對阮來講，有去倒位佚佗無，對阮來講是真重要。這本來感染症就會講啊，有去倒位吼，創啥有講，阮較會去懷疑着這種病。啊，另外我是講為着即個原因，唔敢出去佚佗，我是講嘛無啥必要，因為會接觸到即種的，哦，你若講是淡市區啊、遊樂區啊，去逛那個迄個包包店，我是講迄應該袂有無代誌，去參觀這果園，啊，你個規矩做歹，這個水果安尼個手板啊，手板啊，就個食落去。我是講，你若連這種代志你攏做落去，你會賠真濟。什麼病？什麼病攏會有。咱就按唔通慢皮就對啦。對，迄唔係這種立牌病毒，其他賣害。哦，所以我是講啊，這若個人衛生若注意，吼，啊，若萬一若有接觸，啊，若立牌有病症，啊，會甲醫師講，安尼對我來講，大概這個病上無得安尼當處理掉。啊，因為伊個人傳染即馬是說阿林是0.2到0.7，所以講無像即個新冠肺炎遐歹處理啦。我是講若對感染的傳播，我是講應該是還算還好。是，咱頭有講到吼，陳老師，咱頭有講到講氣候變遷啦，啊，即個人尤其是新冠肺炎了後吼，即個病的即個概算啊甲。即真濟新的物件造出來，還是無應該出現在遮，啊，攏造出來。即馬即個醫界到底，尤其是流行病學，對這種物件開始有啥物新的看法啦，甲新的防治的方式嗎？因為氣候變遷是一個原因啦，擱一個就是講人類吼，因為其實吼，即個所有的病毒本來佇咧野生動物也是好，佇野生佇迄個老鼠也好，還是這尼泊病毒也好。其實對伊甲人根本不可能袂交叉對，但是你即馬你著物件要去為個好耍啊去甲伊迄個果類去互伊食了習慣上吼，伊嘛知影講你甲人類較有接觸，所以我的意思是講吼，我們跟動物世界已經密集接觸了啊，但是密集接觸之後，如果我們的環境的整個環境衛生吼，包括老鼠，剛才你沒有做好，就會產生今天我們看到的。好，所以對公共衛生來講，我們現在當然第一個要處理氣候變遷，那是一個議題。第二個議題就是講，你別讓所有物件攏過度開發啦。哦，你若過度開發，你有些事情你來去思考，你後邊你要怎麼樣做好防治。剛才我們一直在談黃鼠防治的工作，其實黃鼠防治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跟下水道的工程是有關係的，它跟你的老鼠是跟着食物跑，就像何老師講的。哦，所以你這些廚餘的東西你有沒有做好啊？所以你這個本身的你的環境衛生第一步一定，所以今天你談這個議題，其實對我們來講是比較像是這個屬於環境的這樣的一個傳染病。陳老師，那如果照你的看法，台北市縣主席應該要馬上立即來做什麼代誌？那是拍拼滅鼠以外，整個這個環境建設上，還是迄個下水道的機制應該做什麼工作？下水道已經是上好的。你所有的東西哈，你去看下水道越有花生臭的地方，老鼠一定是越多。擼草的時候才那一定是因為它跟着食物。剛才你講油脂的東西，哦，所以你看你如果今天在國外看到，你知道他們的水道都沒辦法處理油脂的，一干咱因為食物無港啊。哦，所以所以這個就是防治工作，你下水道的這個部分的處理，跟你
環境防鼠這些東西，比如說你廚餘還有你的東西，你家裡面，你如果家裡面不要有太多的放太多的東西在那裡，你看看它會不會？而且你要注意，你的儲存空間越髒亂的東西，老鼠越有可能。就像你講的這個密胖嘛，對，所以你這個是整體環境衛生儲存的，這是我們公共衛生的第一個環境消毒、環境衛生這個通風環境這些第一個上的課啦，就是等於你這個環境的這個的衛生一定要全部再重新再重整一次，在台北。尤其在都市建築裡面，你全部要列入考慮哦，在你重新再思考，包括都更哦。第一个，那第二個，你問我說，今天像這些那麼接近的氣候變遷這些，我認為老鼠你這些動物，包括都應該做基因監測的環境監測，都應該做這些基因監測，看它的基因監測變化。對，因為是實在是沒辦法了，因為你老鼠，如果說今天你沒有辦法偵測出它症狀，然後你沒有疫苗，沒有抗病毒，那你隨便拿一個藥來吃，沒有臨床試驗。這個是很危險的事情啊，所以你必須要有這個所謂的這些物種的基因監測，這個就是今天我們提出來，就是說一人健康不一樣，我們不能只有做傳染病在人類發生流行之後去做人的基因監測。為什麼老鼠還是跟我們存在？咱跟農博做老鼠為動物實驗，所以老鼠就剛剛講，你人類搞到提去做實驗，我剛才沒當跟你共存嘛。好，我很諷刺講一聲，對不對？那是不一樣的老鼠嘛，對不對？對，當然我們是講一句話，但所以你的老鼠不能夠真的要防鼠，要防得夠多。但是我們也想到，當今天這個上一層的氣候變遷沒辦法解決的時候，我們必須對這些物種要做監測。好，所以這些國家本來，所以 WHO 才會把這些病毒拉起來。你這些國家如果發生這些罕見的，你要做稀有辨識，不然你要做監測啊，然後這些資料要共享，不然的話，你現在大家在旅遊的時候怎麼辦？你不能限制人家旅遊，哦，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覺得本來我們就應該要做的啦。所以咱這討論這個議題也是有一個標誌性的這個意義的啦，吼。胡老師，這環境變遷吼，跟咱即擺這個病毒啦，這個關係。我甲拄啊陳老師講的吼，佫甲講較清楚一點嘛吼，就是講吼。咱用一個實在例子來看吼，咱看蝙蝠就是一個哺乳類動物，但是伊是一個離人較遠的哺乳類動物，所以現在是最後一個關頭，伊跟人無遐近嘛，都無遐近，但是它其實是跟我們很接近，在生物的演化的部分，所以伊的病毒攏會當傳染給咱，所以你即馬你就看到真重要的伊波拉病毒、新冠病毒、冠狀病毒。然後這個立百病毒，攏是蝙蝠，對，那個蝙蝠哈，伊波拉找了幾十年，最後才找到，最後這個世紀才找到。那就今嘛就知影講，所以蝙蝠是一個很重要的，真的很重要。所以才有武漢哈，那個實驗室，因為他在那邊什麼動物都有嘛，所以美國人就幫助武漢的那個實驗室，讓他做蝙蝠的叫做監測。所以一直在做蝙蝠病毒的監測，他找到各式各樣，就是新冠，就是因為在亞洲嘛，他主要是做亞洲、東南亞跟中國安尼吼，所以找到足儕真儕種類的新冠病毒啦。所以剛剛陳老師講的是講做 surveillance， 我是還佫唔捌聽過講對老鼠做 surveillance， 因為老鼠在我們的這個環境裡面，當然你可以做 surveillance， 你也當去做，但是我們不會把它想成說應該跟咱共存的物件，在我的腦袋裡面，我不會覺得它應該在城市裡面有。可能我的想法跟別人較無同款，我感覺講你老師，你不應該離家。我自細漢50幾當進去，我就感覺處理有鳥鼠，無鳥鼠才奇怪呢。對，所以真重要的是一個看法，就是講咱有果蝠，我們有吃果子的蝙蝠，但是我們的蝙蝠並沒有立百病毒，我們的蝙蝠也沒有這些會感染人的冠狀病毒。但是並表示它沒有其他可能未來會當感染人的病毒，所以去做一些監測是對的。那有一個新興計劃叫做防疫一體。歹勢，我講到這，新興計劃現在都不能動，因為沒錢。歹勢，真的是這樣子，所以我當然是你有補充一下，就尤其對着鳥鼠的監測，這
在實驗室也好，還是在事實上在 lab 裡面有當好處理無？我頭拄也講過，我本來嘛是感覺講，因為我過去咧做防鼠工作，吼，你看我以前，像那迄輪船頂管有兩條索啊，你知影？啊，頂管有一個盾，你有看過迄盾？盾，迄就是咧防鼠的。防止你走落來。係啊，迄鼠，迄個擋鼠的。對。我嘛知，但是我的意思是講，人類防鼠一定要做，因為你鼠類是所有的細菌這些的媒介。哦，啊，你若想話老鼠，我來講，你的環境衛生，你的傳染病，你的所有物件攏，你是免講，迄就是文明國家甲落後國家的差別，這咱就搁講。但是就是講，你即馬因為這個氣候變遷，因為人甲動物之間的接觸距離短，你免來知影講，倒一種老鼠帶的病毒是啥？要提供了醫生做臨床，要開發藥物，所以你只好擱想辦法做這些對老師講的基因監測是安尼啦。好，謝謝，感謝小魚，謝謝。